糟糕，迟到。就那团都很面熟啊，就上次那团啊，你看那贝手超僵硬的就知道啊。很僵硬哎，我超僵硬。我今天超帅哎，你有找到吗？没有。你真的有看到他吗？有啊，我放他进来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谁啊？就那个哎，那个啊，不会吧？哎，不会是小叶吧？啊，是他吗？小叶今天有来，有啊，他我怎站在么不知道超前面的。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？我也没看到啊。嗯，好啦，让我们边走边聊吧。来，走。啊，吃东西是吗？那我就不去了，我还要回去帮我妈收摊。啊，你不去啊？有包点东西回家吗？不用了，你们吃就好。好了，你回家小心哦。好啦，记得回家。知道了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晚安晚安，拜。哎，你回来了，回来啦，今天表演顺不顺利？蛮顺利的啦。你今天要出去的时候急呼呼的，有一个人来找你，谁啊？我没有看过啦，一个男生高高的，然后瘦瘦的一个男生，妈说的是叶广吧？我没有看过。下次上课啊，我要听到这首曲子的开头跟结尾，要多多练习。好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迟到了。没事啦，以后不要再这样，好。多练习。先走了。老师，路上小心。叶先生，嗯，刚刚徐同学请我把东西交给你，因为你在上课，所以他就先走了。晚安，谢谢。叶广，你要参选啊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就是我的梦想是去读国外的音乐学院。很好啊，听起来不错。但是我怕我出国会造成家里很大的负担，所以我前几天听老师说，如果我当选学生会长的话，学校就会给我一笔奖学金，我就可以出国留学。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要啊，当然要试试看，这么好的机会。你不会介意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要介意？反正参选学生会长，本来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是我爸要我参选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赶快填一填，不要犹豫了。一加油！好。要先从这里开始。
学生会会长人选已经出来了，叶广确定会参选学生会会长，还有那个我调查过的那个徐启章也会。谁啊？讨厌哎。那，好方法啊，你也去参选就好了。Good idea！ 聪明耶！当然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光光，爸爸跟妈妈临时有事，又要出门几天，你记得要好好读书跟吃饭哦。喂，你有空吗？我在店里，怎么了？我想要把裤子拿去还你，顺便找你喝个汤。想做坏事怎么样？你的钱会想给舅舅啊？喂，喂，你怎么变啊？你还好吗？叶广，抱歉，我现在真的没有空。没有。你谁？来，你谁？给钱啊！给钱啊！再不走，报警啊！又怎样？是要你吗？进来吧。你来这里，我帮你看你有没有哪里受伤。哦，小心哦。这里吗？对，坐吧。这里很痛是吗？应该是。我帮一点点。我自己来。哎，会不会感染啊？我带你去医院。还好啦，小伤而已，擦个药应该就没事了。你放我这吧。没事没事，小心。会痛吗？还好。抱歉，我轻点。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啦。没吓到你吧？你舅舅平常就这样吗？他之前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最近过得比较苦，常常喝酒醉就跑到店里来闹，跟我妈要钱。没想到你那么辛苦。好了，小心。谢谢。我帮看你还有没有哪里其他地方受伤。这里还会痛吗？你这边怎么红红的？我看一下。应该是今天
还没擦完。没事没事。去哪里？我去帮你拿衣服。序章。那去吧，去把脏衣服都换掉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听吗？我觉得还蛮有层次的啊，还不错。这只是 demo 哦。做完记得给我听哎。好啊。这耳机哪里买的？我觉得音质很不错哎。我存很久才买到哎。改天带我去买。哎，你还想不想听别首歌？好啊好啊。还有什么？我来找一下。夜广，夜广。